提醒一下那个概念哦，就是说受试焦点，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喜欢讲这些专有名词啊，那可是没办法哦，因为现在南岛语言学他们是一门专业，所以他们在那个南岛语言学，不管各种族群哦，他们都有所谓的焦点系统。那阿美族的部分有主视焦点、受视焦点、处所焦点、工具焦点，大概是分这几类的。那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提到哦，南岛语言学家是一个很专业的一群语言学者，但是他们的问题点是他们的语感哦，非常的不精准。以至于他们把那个主事、受事、工具、处所当成是动词的句法在思考。事实上，这个经过这几年我们那个族语老师们的讨论啊，基本上所谓的处所焦点全部都是名词啊，它没有一个是动词。所以他们这个部分，如果有阿美族的学者，或者是我们那个念硕博士班的学生可以写论文啊，真的，这个真的不错，可以写说那个处所焦点全部都是名词没有一个是动词。那因为语感的关系，他们误把名词当动词用这个就是那个南岛语法里面针对阿美族的部分有很大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次提到的处所焦点的部分，就是那个讨论最久的嘛。那美惠老师，我们就麻烦你你一次念2句就好了，你来比对一下，因为我们要比对这2句，让上一次的句子会更容易看得清楚。老师，你念1跟1之1。はい。Uni Arahioko Mitengilani妈妈，爸爸所听的是这首歌。1之1 Uni Arahioko Mi Pakatengilani妈妈，爸爸所能听的是这首歌。OK， 我先说明一下第1句都是对的第1句在上个礼拜都是确认是 OK 的，那现在我们要确认第2句是不是也是正确的，也就是1之1的部分。老师就你的语感，我把那个颜色特别中文跟阿美语标出来，这样的句型在你的语感上是正确的吗？正确啊，有呼应到，可以。所以那个米巴嘎登伊烂，现在你听起来就没有特别怪，对不对？已经可以接受它的构词可以。可以好，那吴老师这边1跟1之1，在你的语感上应该也是正确的吗？米巴嘎登伊烂，米巴嘎登伊烂。那我们前面有在讨论过这一句吗？巴嘎有，上次还记得那个汪处长不是有说他那个耳朵不好的时候去做那个助听器的，还是那个啊？就是说他去听的时候，他可以听到的那个东西就是米巴嘎登伊烂，就是他可以听到的一个频率啊，或者是声音大小的。巴嘎登伊烂。老师，你们就孤兰的话，如果你用呢的话，是不是意思就你比较不会呢巴嘎登伊烂，是不是比较顺？登伊尔，巴嘎登伊尔，巴嘎登伊尔，你巴嘎登伊尔，你没有，我在想说那个如果没有那个咪，我就巴嘎登伊尔什么？巴嘎登伊是能听到的，能听到。巴嘎登伊烂就是所能听到的，对，所听到的。米巴嘎登伊烂所能听到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句型嘛，那个。对。米巴嘎登伊烂是不是被听到的？米巴嘎登伊烂被听到的有在下一句，我们这边尽量那个咪按单词锁掉。米巴嘎登伊烂，
爸爸所能听的。Mipaka dengiran。Mipaka dengiran是我们常用，mipaka dengiran是能听到。对对对。mipaka dengiran是能听到，能听到的东西，mipaka dengiran所听到的东西，mipaka dengiran所听到的，所能听mipaka dengiran。mipaka dengiran。也还可以了，可以哈。但是我们不会这样说话了，我们不会这样子很多的那个前缀在前面。好 OK， 老师你们是不是会省略那个咪？有可能是巴嘎登一烂，是不是？对啊。OK， 因为有时候那个巴嘎的前面那个咪会被省略了，那个巴前面那个咪常常被省略。好，那我们现在回应三妹老师的部分哦。那个我们为什么会翻成所哦？因为我们刻意区别那个妈爱的前后缀哦，咪爱我们都翻成所，妈爱的话我们就翻成被哦，这样比较能够区别，不然他们的翻译会很像。所以比如说咪阿拉按就是所拿了，咪登一烂就是所听的，咪嘎恩奈就是所吃的。那如果你用被的话，就是或马嘎恩奈。马登一赖会这样子写，三妹老师这样可以接受吗？被听，了解，谢谢。可以吗？好，那原则上应该没有问题哦，因为这两个字蔡中涵的字典都有一定是字典有的，我们才会去把它拿出来好，那个美惠老师，我们来看2跟2之一你再念一遍。好，2。Uni arahiugo matengilai你妈妈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2之一。Uni arahiugo mapakatengilai你妈妈能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可以。老师也可以这2句基本上上个礼拜已经确认应该是 OK 的。那老师你今天念起来的话，是不是也是很顺？那你的口语上是不是能够接受？口语上是可以了，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这样子讲。可以。好，那个美惠老师，你看那个句子你看那个我特别用颜色标出来马登尼赖就是被听的，对不对？马登尼赖，那你看马巴嘎登尼赖能被听的，我这样子翻译的话，你对这2个字的词汇有没有觉得比较贴近？有啊，比较明显，比较清楚。确认那个直接把它翻译，一个是被听的，一个是能被听的，可以可以。好，那吴老师这边呢？好了 ，OK。也可以按照上面的那个原则，大概就是马巴嘎等于来能够被爸爸听到的。OK， 能被爸爸听到的，可以了。可以好。因为上次这个例子，那个汪秋一处长他是这样解释的，他去那个测他的耳朵的听力的时候，他就说马巴嘎登伊赖就是能够被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他就是用这样子去解释那个情境那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个字怎么用，就是说你耳朵不好的时候去测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字了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美惠老师，我们就进入上个礼拜没有解决的问题美惠老师，你念念看，就是第3跟3之一。好，Uni arahiugo kinatengir你妈妈曾经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3之一。Uni arahiugo kinapakatengir你妈妈曾经能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那个美惠老师，你这样子念起来，可以啊。
跟你的语感有办法接受吗？因为上个礼拜的1/3能够被我们把它设定为待讨论的句子，那你今天念起来会比较顺吗？曾经因为念很久了，可能就可以顺了啦。能因为我们通常前面都会省略，那一直念就会很顺畅了。被爸爸听的。 OK， 老师，那我现在在念 Gina Daniel， 就是曾经被听哦 ，Gina Daniel， 对， Gina Baga Daniel， 就是曾经能被听。我这样子翻译正确吗？能够被爸爸听的，曾经可以啊，被爸爸你翻的比较准确。能被爸爸听的。对，哦，可以哦。Gina Baga Daniel。吴老师可以吗？吴老师，好，等一下，我再。Gina Baga Daniel， 前面是 Gina Daniel， 曾经被爸爸听 ，Baga 是曾经能够被爸爸，曾经能够被爸爸听。好，按照那个方法2之1一样的原则，好，可以。可以，好，太好了，好。曾经能够我们被3之1上个礼拜讨论很久，没想到我们今天一下子大家就抓到曾那个经原则了。能够被爸爸听。那我们现场哦，可以开放这个1、2、3句哈，特别是3之1的部分呢，有没有现场的人没办法接受说啊，我们那边不会这样讲，有别种讲法？能够被爸爸听的。现场我们这个开放性的啦，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因为这个句子本身就是逻辑推出来的哈，不见得平常会讲这个话哦。现场有吗？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哈。那个Gina Daniel怎么来的哈？我想可能现场上个礼拜没有参加的哈，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我们Gina Daniel是怎么推出来的哈。不知道这个电脑的速度快不快？我现在看我的电脑萤幕跟手机的萤幕哦比较不同步哦，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Gina 是怎么来的哈。美惠老师，你帮我念一下那个37之6的第一个念到句子，我框起来的部分，你帮我全部念。好了。37之6 Gina 加咪。好了，被丢。仅动词字根曾经被的1发了丢咪形动词字根咪发了丢动词马发了被丢动词嘎发了被丢词干给那发了曾经被丢的名词以马发了害被丢的类似名词句子Umaanku kinafalah ni panai inajila。昨天被板奈丢的是什么？好，美惠老师，你这样子念下来的时候，这个逻辑顺吗？好，有，了，可以。Umaanku kinafalah ni panai inajila。Umaanku kinafalah ni panai inajila。好，可以。Umaanku kinafalah ni panai inajila。昨天被板奈丢掉的是什么？好，哪一个？可以哈，好，大家哈，我们不要那个就是对自己的语言有那个就是看不起哦，这个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构词法。我们看一下那个阿美族的构词原则哈，它的妈要变成再重新构词哈，它一定要把妈变成嘎。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马法拉会变成嘎法拉，然后再加一个 in 中缀哈，插在嘎的中间叫做 gina 哦 gina 哈，插在 i 的中间哦，就是他丢的那个内容物哦。比如说我举例哦，我们那个巴若就是装嘛 ，bina 若就是装的内容物哦，就是把巴加一个 in 进去，这边也是一样嘎。
塞一个 in 进去哈，它就是被丢的内容物哈，这是曾经被丢的东西。这样可以理解那个吉娜是怎么来的哈。而且这个一定是过去式哦，它是曾经被丢的哦。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回到那个我们的受试焦点的部分哦。好，有没有人不理解哈？吉娜怎么来的哈？我们阿美族的每一个构词都有它的规则哈。比如说比纳，你们比纳古阿扎那个比纳，那个比纳是怎么来的？你们知道吗？就是八 pa 加上 in 的中缀插到八里面就变成比纳，是这样子来的哦。如果你们去研究每个阿美族的前缀哈，特别是复合型的前缀，全部都是用缀词加中缀造成的哦。这个你们慢慢研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我们这边不会讲到那么的细，只是大概给你们讲一些这些原则哦。好，美惠老师，我们进入到第四句哈，你帮我念4之一、4之二哈，这边可能就要老师你帮我判断4之一跟4之二哪个是正确的。好，老师请念。好，是Uni Araliugu，那等于认你妈妈，一直要被爸爸听的，主要听的是这首歌。4之一，Uni Araliugu Baga，那等于认你妈妈，能一直要被爸爸听的，主要能听的是这首歌。4之二，Uni Araliugu Baga等于认你妈妈，能一直要被爸爸听的，主要能听的是这首歌。好，老师，你在翻译的时候，先不要把主要听的那个想进去，你直接翻这3句的话，特别是4之一跟4之二，你觉得哪一句是正确的？看一下，Uni Araliugu Baga等于认Uni Araliugu Baga。4之二爸爸嘎，能一直要被爸爸听的，能一直翻译都是一样的。对，他们两个中文意思一样，阿美语哪一句话是正确的Uni Araliugu Baga等于认，爸爸嘎一直被爸爸听的。爸爸嘎啊，这样念的话，如果按照那个中文翻译，看一下，应该是你6个巴嘎达一认，有一直要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下一个多一个爸爸，能够一直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能够。Uni Araliugu，美惠老师，不然你先把那个你觉得你绝对不会这样讲，也绝对认为它不对的，是4之一还是4之二吧？4之二。Uni Araliugu Baga等于认，Baga等于认，能一直听。好，那吴老师你这边呢？你也认为4之二蓝色的那个是绝对错误吗？ Uni Araliugu Baga等于认你妈妈。如果是跟4一是一样的话，你会多一个8，多一个8好像没什么意思呢。Uni Araliugu Baga等于认你妈妈，一直要被爸爸听的。Baga能够，Uni Araliugu Baga等于认你妈妈，能够。那个4之二取消好了，4之二不要哈 ，OK，好，不会那么多的那个，如果意思一样，还多了那个8 ，OK，
那老师1/4的话，对你来讲是正确的吗？1/4。如果按照那个刚才我们前面那个八嘎是能够，加上能够的话，能一直被听，那个能一直被爸爸听的是这首歌是可以了。八嘎大等于人。好，Uni Aratioko Kina大等于人，曾经被爸爸。所以老师，你这样念完的时候，1/4的句子，阿美语的部分也是 OK 的哈。可以了，1/4可以。Uni Aratioko 爸爸。OK， 好。等于人，你妈妈能一直被爸爸听的主要，好，我这边特别会标注这个主要听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是那个重复第一个子音加 a 那尾巴加后缀加 en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形成的。我怕现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它的翻译模式等一下，我看一下在哪边。上一次我们有提到好，我们看概念45之一好，美惠老师，你帮我念一下这个那个感恩的这个我框起来的这个部分。好，动词字根单项重复动作，感恩吃，动词字根，感恩一直吃，动词词根，感恩一直要被吃的，动词词根。句子，Udidiku kakanen no maku， 我的食物是猪肉。美惠老师这样子的逻辑 OK 吗？感恩可以，可以可以。一般我们的感恩都会翻成食物啦。事实上你要精准的翻译它那个恩是被动的祈使句，它中文要翻成要被，感恩就是要被吃。那感恩是什么意思呢？一直吃。所以感恩就是一直要被吃。那什么东西是一直要被吃的？就是食物。那我们如果上次我有问过那个应该是那个陈金杰老师就是礼拜3的翻译的老师，他们曾经问我们说那努闷是什么？各位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那努闷将要喝的，准备要一直要被喝的。原则上那个陈金杰博士他说我们可以把它倾向翻成饮料，就是说如果你找不到饮料这个词汇怎么翻译的话，就用那努闷，因为它的精准的翻译就是一直要被喝的在台湾应该饮料是一直要被喝的啦，不一定，有时候咖啡啊，有时候是铝箔那种10几块的那种10几块的饮料便利商店，还有是罐装的啊、瓶装的那种那以此类推，你只要发现什么什么重复子音加 a 后面加 en 的，就是一直要被怎么样的。中文我们都会翻成主要要干嘛的就是如果是食物的话，如果是主要吃的话，就是食物这样子理解了吗？食物一直要。那个老师我这样解释 OK 吗？好，可以吴老师我这样也可以吗？好，来的。好，那我们就回到因为我怕那个刚才的人会可能看不懂我们的翻译为什么会有一直要背可能他无法理解这个。我们是强调阿美语跟中文的精准对应就是我们不要模棱两可，比较好教学生如果学生说吉娜是什么，你就讲说曾经背什么是等于认那个恩是什么，你就说要背打等于那个搭是你就说一直，他就不会翻错了就会很精准翻译。
至于他要怎么模糊翻成适合中文的口语，那就他自己转换就好了，我们不用帮他转换，他自己转就好了。我们要教的是他对应每个词汇的每个前后缀的翻译，哦，这样可以哈。好，那我们回到那个下一个第5题，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次那个汪处长提到的，他那个提到的一个那个句子哈，美惠老师你来念一遍这个。好，Uni araliuku kinata tengilan你妈妈，曾经被爸爸专门听的是这首歌。Kinata tengilan，曾经上次有讨论过了哈。一直要听这是处长有提到另外一句啦，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刚好9点了，我们就说下一次接着讨论。就这一句吗 ？Uni araliuku kinata tengilan，曾经是有这个意思啦。曾经被爸爸所以曾经kinata tengilan，曾经被爸爸专门听的，一定要加专门要听打等于烂，有啦，有顺口，所以他这个那个处长是翻译被爸爸经常听的，也就是爸爸经常听的啦。他的翻译是这样。经常听的。Uni araliuku ni kinata tengilan你妈妈，曾经被爸爸常听的一首歌。对对对，常听是比较马上就了解它的意思。Uni araliuku kinata tengilan你妈妈，曾经被爸爸不断听的一首歌。所以吴老师，你这样念几遍，是不是那个这个句子也顺？就是说这个阿美语这个部分。你妈妈可以啊，句子是通。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这个，因为这一句是那个处长他有听过的，应该这个句子是正确的。对。特别要听的一首歌。对对对，也有特别，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因为他经常听，应该就是特别。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语法的逻辑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有，美惠老师，你来念一下这个概念12之2。好，概念12之2，搭加名词加案，专门给用一mata眼睛，搭mata案，专门给眼睛用的就是眼镜。2gamai手，搭gamayan系手背的袖套。3瓦爱脚，老师对不起，第3个是沙利巴哈，你帮我改一下。好，沙利巴脚搭沙利巴案系脚踏垫。4猪乳房搭猪案胸罩。5无忧口搭无忧伞系口罩。好，老师除了第3个哈，那个我爱改了哈，那你认为这几个句子的那个答案的中文翻译专门给的话，你觉得正确吗？专门给眼睛用的，白话一点解释是这样了，但是我们都常常讲眼镜，就知道是眼镜。它的翻译是眼镜没错，可以。对对，专门给手用的，对，可以，这样就很清楚了。好，吴老师，我这样的那个答案的话用法哈，我这样特别找几个词汇，你认为这个翻译正确吗？那个答案是专门给什么什么用的？搭什么？对啊，搭什么什么案？搭什么什么案就是专门给某某某东西用。那眼睛专门眼睛用的就眼镜。
那放那个眼镜盒呢？我们也就眼镜是马达安是吗？专门给眼镜盒，眼镜盒。老师会不会变成是达玛达案啊盒子这样子？达玛达安是眼镜。对，那眼镜的盒子这样，达玛达案啊盒子这样子，就是你用把眼镜变成形容词嘛，眼镜的再加一个盒子这样。达玛达安眼镜。凯明，就像我们的铅笔一样啊，银币把银币占一样的意思啊，所以眼镜应该也叫达玛达案，就这样子。不是，那个阿力克老师，你已经讲对了，你少加一个八啦，八达玛达案才对。那就眼镜盒。对。刚刚那个阿力克老师说，我们银币只是把银币占嘛，对不对？把银币占，对，银币把银币占。那如果是眼镜叫做达玛达案，我们加个八达玛达案，眼镜盒。对。阿力克老师这样可以吗？加个八。把银币占是铅笔盒，那达玛达案那就是眼镜盒。请问一下，达玛达案会不会也有像那种眼镜罩的意思？眼罩。对，眼罩。达玛达案有可能，达玛达案真的眼罩眼镜。他这个问题其实我曾经问过那个齐老好，我给各位看一张图我们储存一下。那个刚刚信燕问的一个很好的、非常重要，对阿美族语言发展会有困扰的一个问题，他点到一个重点我们来看那个，就是这个一直可能是我们要一起讨论解决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大家看这个图因为那个刚刚好那个谁信燕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一般第一层我举例说明，第一层是字根嘛，第二层是构词，第三层才是词汇。那我举例说明比如说第一层我叫字根叫福定第二层构词我就沙比福定，可以接受第三层就是词汇了，就不是构词咯。那沙比福定有什么？有打福 good， 有扎 y， 对不对？还有那个很多，我们只要是能够捕鱼的工具都可以放在第三层。那第二层就是构词，就是我们的有加前缀或后缀的。好，我们现在把刚刚那个信燕提到的那个我们把它放进去来看你看第一层我们如果是麻大的话，是不是就是字根？第二层构词叫做达玛达案，是不是专门给眼睛用的东西，对不对？达玛达案。那第三层才是词汇啊，对，第三层才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单词，第二层构词。所以刚刚我们那个达玛达案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可能刚开始接触眼镜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词汇，所以他只好把达玛达案直接用眼镜这样子操作，就变成达玛达案变成只好给眼镜用了。那后来有别的达玛达案的工具的时候，他不知道，只好去借词去翻那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第二层的词汇比如说我举例说明，我们那个咪夫丁爱有时候翻成渔夫咪夫丁爱抓鱼的人，可是抓鱼的人不一定是渔夫所以渔夫应该再造一个新词才对，在第三层那个信燕可以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吗？就是词汇那里。了解，就第三层的意思。对，我们就是很多第二层就把它变成专有名词了，就像达玛达案，这个也不是我们讲的，老人家就达玛达案就是眼镜啊。我当初也问说，那达玛达案不能是眼罩吗？不能是隐形眼镜吗？
不能是什么东西吗？太阳眼镜吗？一定是眼镜而已哦。他说只能这样解释。那如果你说太阳眼镜，可能就要用形容词了，别就是太阳的眼镜这样。就变成我们的第2层常常被专有名词化之后，它到不了第3层，所以变成有这样的问题了。那可能那个吴老师，你比较容易在那个什么比较有决策的那种单位，你就可以提这个问题了。对啊，因为以前词汇这么少啊，可能那个东西出现的只有一种啊，不像现在种类越来越多。只是以前眼镜，那后来就多了这个眼罩，有时候太阳眼镜，还有隐形眼镜。对啊，一个词，一个造词，可能一个构词，可能就代表好多种。对，就是你要翻译的话，就变成刚刚那个什么达玛达案，你说它是眼镜和也可以呢，不行，专门给眼镜的要扒了。就是说专门给眼镜用的有太多了，像隐形眼镜药水，或者是那个什么食盐水，这个都是达玛达案啊，对不对，吴老师？食盐水啊，对啊，专门给眼睛用的。我昨天眼睛才卡到东西，用食盐水喷了。可能食盐水也不能叫达玛达案啊。不是，老师，我的意思是说就它这个本身的构词啊，专门给眼睛用的有很多东西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对啊，达玛达案可能好几种，就像那个讲到那个眼罩一样啊，都是达玛达案啊。对，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句子吴老师，那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处长提供的第5句就是乌尼阿拉丢古吉那打等于烂这个答案我就特别把它前后缀标起来，用中文翻成专门了。那吉那是曾经被嘛，对不对？曾经被爸爸专门听的，也就是爸爸经常听的意思了。这样子翻译可以吗，吴老师？经常听的啦，比较会，常常听的，经常听的。对，他的口语上的翻译是这样，没错，就是说你翻得很硬的话，就是曾经被爸爸专门听的。那事实上，中文的口语就是经常听的意思。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看你自己翻译，比较大家接受的就是常说的经常或者是常听的可以了。如果针对这个他是他爸爸专门听的那首歌可以了。对啊，爸爸可能只听某一首歌啦，所以他就一直听那一首，就经常听的啦。对，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存档因为我今天是很怕那个网络跑得很慢的，所以我先把它贴到 Word 档里面，我等下再贴回去。好，我们现在回到维基百科的部分好，我们刚刚那个受视焦点大概是阿美族的焦点系统最难的部分我们已经克服最难的，后来没有那么难的啦。各位不是每一个都那么难的，就是只有受视焦点。那我还是提醒各位，现场如果有念硕博士的阿美族的我们的同胞们如果你对那个现阶段南岛语言学对我们阿美族受视焦点的分类觉得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们合作，我们可以提供你这些句型跟词汇因为他们的分类真的有问题他们把受视焦点当成动词在使用，事实上受视焦点全部都是名词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我们受视焦点的妈形动词，那个美惠老师帮我念一下妈形动词的部分。我看到那个佩文有举手呢，他问他是不是有要说的。佩文我们不用举手，没事，不好意思。不小心你按到，不是要问？没关系，我们都不用举手，直接讲话就好，因为我们有时候讲话很快，会忘记看那个荧幕好，美惠老师帮我念一下妈形动词的部分。好，妈形动词 Uni awawa ku kaulahan no fagi
叔叔所喜欢的是这位小孩。Uni awawago maka ulahai nufaki。被叔叔喜欢的是这位小孩。Uni awawago ulahan nufaki。一直要被叔叔喜欢的是这位小孩。Uni awawago。好，每位老师，你念完这3句，它的阿美语跟中文对你来讲，口语上是正确的吗？第一句是没问题。maka 被是没问题的。第3 uni awawago ulahan 可以一直要背嘛？我们刚刚有讨论到那个感恩那努们都要一直要背这样。如果是照前面的逻辑，应该是可以。对，每位老师，我第3句如果翻成叔叔主要喜欢的是这位小孩，可以吗？也可以啊，主要乌拉汉嘛，对，可以，可以哈。对，可以。是这个小孩。好，吴老师，你这边呢？我是在看第2句了。第2句的 maka ulahai maka ulahai 是被叔叔所喜欢的，被叔叔所喜欢 maka ulahai 被叔叔所喜欢 maka ulahai 可以了 maka ulahai 这个妈是被kaulahan uni awaku maka ulahai 被叔叔所喜欢的，被叔叔所喜欢的是这个小孩。好，第2句还可以了啦。第2句 maka ulahai 好，哪都第3句是应该是没问题啊。ulahan 特别所爱的那个，特别所爱的那个。好，我们回到那个，因为它是妈型动词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妈型动词的那个它的构词原理哈。一般我们那个重复子音加 a 哈，如果你第一个字不是子音的话，就尴尬了哈，就是你没有办法重复子音。就是直接加 a 就可以了。OK， maka ulah。看一下这边。说真的，我也找不到太多东西，我直接打关键字去搜寻哦。各位，我在操作的过程中哦，你们也可以看我怎么操作哦，因为。事实上，我们大概半年之后哈，我们这个维基百科会完全开放给各位哈，各位就可以在上面改哦，你们自己想要改就改哈，但不要乱改哈，你们乱改也没有关系啦，因为我们会有那个云端伺服器会帮我们备份1个月以上的资料，最近是3天内啦，那最久是1个月哈，所以那个。我们是希望未来大家可以在那个跟我们一起去共同编辑这个教材。我们现在只是在做一个示范。未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一起上来编哦。那这个网址哦，你们其实我现在虽然我都没有公开，你们在上面这样子复制贴上都可以看到，你们偶尔可以进来看的哈。那个我现在在帮你们找的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最字根哈，它如果加上那个就是这个，我看人家按电话，我看啊这边没有特别写，没有子音的，我看我是不是写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本来的那个句子里面哦，没关系，我如果找不到我就用讲哦。我们一般哦，就是
重复子音加 a 哈，那个咪形那个字根如果第一个字是子音的话哈，就子音加 a。比如说 nanun 的话，第一个字是 n 嘛，就 nanun。如果 ga n 第一个是 k 嘛，就是 ga n。那 ula 的话 ula o 是母音嘛，它没有子音怎么办？就重复子音，重复子音没有嘛，就加 a， 就变成啊乌拉，就是啊直接加进去，就这样，它的逻辑是这样。那它中文的意思就是一直一直持续的动作。好了，没关系，我们不要找，怕浪费大家时间，大概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哈。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中缀的部分。美惠老师再帮我念一下中缀的部分。好形动词。好。Uditiku mika naningra， 他所吃的是肉。Uditiku maka naningra， 被他吃的是肉。Uditiku maka naningra， 一直要被他吃的是肉。可以，可以哈。吴老师这边呢？这3句都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哦。这个因为越来越简单了，我们刚刚已经经过最困难的哈。我刚补充一下这个妈型动词的被动哈。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妈型动词都是表状态，比如说那个妈乌拉其实是喜欢，它是一个状态哦。还有妈乌系就是讨厌嘛，也是一个状态。所以状态的时候，你那个妈型动词要先改成嘎哦。我一定要找到，我这样讲，我怕大家没有办法，我们还是把它找一下。我们找一下那个妈型动词的变化哦。像你去文化部，你的全国第一系竞赛的心得。心得哦，就是邀请我们去参加展演嘛，然后才知道那边很多可以去参观的，大家都去那边，都有摆一些文具啊，对，吴老师那天也在那边被我碰到，他是专门去翻译的。昨天更多人都是放假，都是年轻人。是啊。昨天放假，这年轻人你们昨天去的话，表演也有那个表演经费吗？有吧？他会给车马费啦。车马费 ，OK。有没有颁给我们的表演的小朋友那些什么奖状啊，或什么之类的？没有。他会发感谢状噻，会补发，因为那是文化部的。想说既然邀请了，就是带大家去观摩一下，去看一下文化部办的母语日，世界母语日也是蛮好的，大家去看一下他们办的，很多项目，可是我们只是去表演。还是客家闽南比较。
客家、哦闽南还是比较重，原住民的部分真的吗？没有，比没有啊？较少哦，只有我哦，我们在表演。对，对呀、文化部是世界母语日，不是原住民日，是世界母语日，所以世界母语日啊。对，所以不是原嗯，住民日，所以不是我们不是主要哦，的重是点，世界就是说我们母语日，所以是客家、闽南还就对了。其他少数族群，包含原他们住民。时间比较长诶，我们时间才30分钟，不过那是前后30分钟，就是还要走位，然后展演，然后再把东西撤走，就前后30分钟而已，这样。 OK，好了，老师谢谢你的分享啊。反正你好，全国第一，老师你应该现在心理压力很大，明年还要继续第一的。今年呐、今年今年对对，今年好，老师你帮好，我把那好，个工具焦点好，念一下好，可以，好，工具焦点，好，我电脑ku sabi dengar ni mama tu radio。爸爸听歌的工具是电脑。我阿拉比古萨嘎古玛恩宁拉杜弟弟，他吃肉的工具是筷子。乌尼尼啊，祖嘎古萨嘎祖米盖尼嘎造，嘎造跑步的工具是这双鞋子。可好，以，问老师这3句你的语感上都正确吗？正确。我吴老师这边呢？我过来了问，那我们就继续后面会越来越简单了，因为我们最难的已经处理完了。好，我们来看，我们一般那个什么，就是南岛语对阿美族语的那个分类它只有分工具焦点事实上还有一个叫做因果焦点它是把它归在工具焦点里面好，美惠老师，你再念一下因果的部分。Hai, uni atayargu saka rorai ni mama。爸爸劳累的原因是这份工作。Taangay amata ning ragu saka ulah no fakit ni awawa。叔叔喜欢这位小孩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大眼睛。我看我答案。Taangay amata ning ragu。Sakaulah nufaki tuni awawa。可以念完了，还有下面吗？下面还有一句好marurayai atayargu sakafutie ni ina。妈妈睡觉的原因是因为那件辛苦的工作。marurayai atayar。他这边 marurayai、garurayan 会比较像这个中文的翻译吧。妈妈睡觉的原因是因为那件辛苦的工作。所以老师，你觉得那个马鲁莱亚要改是不是？是，我的语感是说garurayan atayargu saka futie ni ina。你妈妈，到哪里了？好，我改成编辑模式你等我一下这样晚上的网络都比较慢了。我进入编辑模式老师你再告诉我哪个地方要修正。老师，你刚说马鲁莱亚，对啊，应该是说你按照中文的翻译是说 garurayan dayargu 用嘎才对garurayan 是妈妈想睡觉的原因。我现在到那个画面，对你说这个马鲁莱亚改成嘎鲁莱岸是不是？嘎鲁莱亚对老师你再念一遍看看。garurayan atayargu sakafutie ina。妈妈睡觉的原因是因为那件辛苦的工作。OK，
老师这样如果顺了是这样吗？的话，可以了。可以哈。好，什么睡觉的原因？问一下其他人看。好，吴老师这边呢？那个古拉阿马鲁拉亚，他只是指说那个很辛苦的工作。古拉阿马鲁拉亚，那古拉那个很辛苦的工作。所以老师你是觉得上一个的阿美语是也正确吗？很辛苦的工，乌拉阿马鲁拉亚的那个工作是很辛苦的。萨嘎维卡乌拉阿卡鲁拉亚，妈妈感到很辛苦的工作，这边卡鲁拉亚，妈妈感到很辛苦的工作，就是卡鲁拉亚，马鲁拉亚就是说那个很劳累的工作。所以老师，你是觉得马鲁拉亚比较适合吗？哎man，嗨，吴老师接电话了。他可能是不一样的翻译吧。马鲁拉亚，那个如果照吴老师刚刚的意思是这样，那如果是就是前面的话是感到疲惫的工作，那个感觉到疲惫的工作要这样翻。那吴老师刚刚有提到说，乌拉阿马鲁莱亚就是那一件辛苦的工作，比较像现在这个中文翻译的对应。不同 ，OK， 好。就那之前的，如果是按照那之前的也是可以。刚刚可能我没有注意到那个翻译的不同。很抱歉，我在这里。萨嘎夫店领了，就是被他睡觉的东西了吗？萨嘎夫店就是那个睡觉的原因。萨嘎夫店是睡觉的原因呢。萨嘎夫店按。想要睡觉哦，对，萨嘎夫店也可以是工具啊。你要看前面，如果前面是一张床的话，萨嘎夫店就是那个睡觉的工具啊。那如果前面是原因的话，萨嘎夫店就是原因，因为它可以表原因，也可以表工具。如果说萨嘎夫店按是想睡觉了，对，加按，好。吴老师去哪里了？没关系，他讲电话。那我们把吴老师跟美惠老师的我们下个结论马鲁莱亚阿呆亚，马鲁莱亚阿呆亚就是辛苦的工作。那嘎鲁莱亚阿呆亚就是感到辛苦的工作。中文的差别在这边。那因为我们这边中文是辛苦的工作就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妈爱的那个马鲁莱亚来做我们的阿美语的词汇。美惠老师这样可以吗？可以。好，现场有没有人有其他的看法跟意见，也可以提出来都可以好，都可以的话，我们就往下了。这个比较多好，美惠老师，你一次念3个不要念太多。处所焦点在英国这边吗？处所有没有动？还没动没有，还没。好吧，那美惠老师，你再一次分享那个，你得到那天天气很好。我有去看他们的表演了，就看前面的。老师，你觉得那个社会组跟那个什么社会组跟那个学生组去表演，不是对学生组第1名表演的内容怎么样？学生组的第1名因为他们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在准备，所以我可能还要再看影片。对，你没有看对，还要花时间去比较了，因为我们在比的时候，大家都在忙自己的那个组员，所以都比较没有注意到当天比赛的状况，可能之后会比较豪华啦，好像职业性的。你有看了后来？那个职业性，那个布景的变化、服装，哇，都是职业表演的，好像是他们所说的已经表演过的。他们本来是说学生组
期舞团一样，剧团，他们好像是剧团，然后曾经也去在外面表演过的这样，所以每一个人的非常的熟透，服装也都是很华丽的布景。对呀，对，要花很多钱的，所以不是我们一般的业余的所能赶得上。对，好了，这样也显示我们那个巴德国中很厉害了。对呀、第3名也没有花很多的那个服装费啊什么，他们的道具、服装都是很壮观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美慧老师处所这个部分，你来一次念3个。处所一次念3个，对，你念3句吗？完这3个确认的话没有错，我们就休息10分钟哦。好，好，处所di rumahku di Tengilan你妈妈的 radio， 爸爸听歌的地方在家里。Isfiku kakumanan ni ratu didi， 他吃肉的地方在集会所。下来，Ilalanku kazumikayan ni gazao， gazao跑步的地方在路上。好，这最后一3句句老师你的语感上3句都正确吗正确。？OK， 吴老师呢？只是第2句而已，因为那个单词因为地区的不一样，因为你们的 space 是集会所，对对对对，我们的 space 是厨房。对对对，哦，你们的对，我还有知道老师你跑们是那步。个马泰安的是苏拉拉蛋嘛，对不对？对，苏拉拉丹，对，对呀。好，那我们集会所这个词汇就是各个的翻译又依照你们自己的方言别去修正。好，那吴老师就这个词汇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对，都可以，也都可以了。OK， 那咱们那我们就是第1阶段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到8点14分这个妈型动词转换成被动句型的例子好，老师你来念一下这个我现在荧幕上的这个3达瓦这个字。好，看到了。3达瓦笑，动词字根。马达瓦笑，动词指状态。嘎达瓦笑，动名词。米嘎达瓦动词去笑主动去笑，动词产生的动作。马嘎达瓦被笑，动词。好，这样子推论 OK 吗？可以。你要不要造个句子？我顺便写上去。哪一个句子要造？就是马嘎达瓦。马嘎达瓦aku去巴奈。哦。但巴奈被我笑。这样子马嘎达瓦阿古吉板奈对不对？板奈被我笑对对对。好，吴老师这边呢，这个达瓦变成马嘎达瓦这个推论的逻辑，吴老师这边看起来逻辑顺吗？马嘎达瓦被人家笑，马嘎达瓦努当到古拉娃娃，就说那个小孩被人家笑，他马嘎达瓦去巴奈，我巴奈被我笑，对吗？吴老师，就是被或通啦，通这句话是通。如果是我们要讲别人，他被别人笑会比较想说，马嘎达瓦努当到古拉娃娃，马嘎达瓦努当到去巴奈就。把那些被人家笑，马嘎达瓦，我们可马嘎达瓦努达物这样也可以都可以啊。老师，你说这样讲会比较顺嘛？是不是口语上？不是被人，通常不是我，不是很少是他被我笑啊。通常是我们会讲说，他被别人笑，他被别人笑。马嘎达瓦努达欧这样。好。这样子马嘎达瓦努达物吉班奈，班奈被别人叫，被别人叫。好，
那吴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我们上面这个推论的过程，你也接受吗？就是达瓦、马达瓦、嘎达瓦、米嘎达瓦，最后变成马嘎达瓦，这个推论的过程，你觉得 OK 吗？哪一多么大不大多？可以哈，好。现场如果对那个妈型动词怎么变成被动哈，这个是最好的范例哈，因为我们通常讲马达瓦，它是一个状态，不是动作哦。马达瓦是状态。你只要听到阿美族妈型的动词，全部都是状态，不然就是自然现象，它不会是一个动作。咪型的才是动作哦。那如果你妈型要转成动作，很复杂，你要先把妈改成嘎，那变成咪嘎达瓦才会变成一个动作。那你要把它改成被动的话，咪要变成被动，就咪要转成妈，就变成马嘎达瓦，可以理解哈？这个逻辑是这样切换来的。好，我们就把这个存起来哈。好，我们回到这个，美惠老师，你再帮我念一下最后3句。最后3句，处所的最后3句，处所的。还没转换。有了哈。处所有了。好，下面这个吗？蓝色标题吗？对。好。伊迪尼埃阿拉兰古米吉盖亚尼嘎造所跑的在这里的路。伊迪尼埃阿拉兰古马吉盖亚尼嘎造被嘎造跑的在这里的路。伊迪尼埃阿拉兰古马吉盖亚尼嘎造一直要被嘎造跑的在这里的路。可以。加几个印，没错。它这个中文跟阿美语那个中文翻起来有点硬啊，我是直接对应这样翻哈。那老师，这个语感上你可以接受吗？中文的跟阿美语对应的部分？阿美语是很可以啊，中文是可以了。可以哈。主要，可以。好，吴老师这边呢？打开我们等一下哈。比如嘛，比老师，倒数第三句，一定你爱，一定你爱。倒数第3是一定你爱阿拉兰古你，一定你爱阿拉兰古米吉盖亚你嘎造，一定你爱阿拉兰古米吉盖亚是这里的嘎造跑步就是这里的马路。嘎造所跑的是在这里的嘛？可以啊，一定要爱阿拉兰古米吉盖亚尼嘎造，嘎造就是在这个地方跑步。好，这一句话的句子是通顺的，没有问题。是这里的马路。一定要爱阿拉兰古米吉盖亚，他所跑的是这里的一条路。还爱多。还有最后2句啊，最后2句也对吗？最后2句，下面那2句啊，对，一定要爱阿拉兰古马吉盖亚尼嘎造，这条路是被嘎造是跑，这条路被嘎造跑的。一定要爱阿拉兰古马吉盖亚尼嘎造好，一定要爱阿拉兰古扎吉盖亚他准备要跑的。扎吉盖恩，你嘎造一直要背的。扎吉盖恩要背跑吧。一定你爱阿拉兰古扎吉盖恩，一直要被嘎造跑的，在这里的路。那个句子是没有错了，我只是在看那个中文翻译是。老师，你如果翻成主要跑的，会不会比较顺？扎吉盖恩是要准备跑的，扎吉盖恩要跑的，要跑。扎吉盖恩。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哦，扎吉盖恩就你的语感上，他是跑了还是没跑？还没跑。还没跑哦。
好，这个问题大了哦。这这个就跟我刚还没跑就这几个人，不能用一直别跑。对，没有错。好，我这边哦，你有发现问题哦，就要赶快处理一下。什么呀？这个他们的抓。老师，你们那边很热闹哦。那个，如果这个有问题哦，我先把它存档，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我们来探究一下它的原因哦。我们前面讨论到的那个，我用那个模式，我用那个另外一种模式编辑，它可以改字体大小。好，我把这个改一下哈，出题。将要背这个，我们前面的那个重复子音加 a 后面再加一个 en 哈，我们都会翻成一直要背嘎照跑，不，一直要背怎么样的哈，都完全都 OK 哈。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一句会有问题哈？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来研究看看。我这边的可能我的假设是因为跑步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所以那个跑步没有受词，所以我们在翻译这个不是及物动词的时候，不能要翻成一直要背哦，因为如果英文好的话，会听懂我在讲什么，就是有受词才可以用被动的句型，所以它没有受词的话，就不能翻成背，所以这个背也不能翻，应该这个中文要翻成嘎照将要跑的，要这样子翻。如果你没有受词的话，逻辑上就不会有被动的句子，所以你就不会有一直要背的逻辑，所以这个句子应该就是将要跑的。哦，再来这个句子哈，其实用一定你爱哈，我如果因为我们这边是教处所嘛，那个吴老师，美惠老师，你来，我改成这个句子哦，我现在框起来的哈，你把它念一遍，再加中文。等我一下哦。我再多一个字。美惠老师，好。你老烂。吴老师。那个吴老师，你们的麦克风记得关，你们的秘密我都听到了。我关掉了。好，美惠老师，你记下那个在哪里？我看倒数第二句。倒数第二句，再念一次哦。对。有一定的爱阿拉兰古在几该人你嘎造将要跑的是在这里的路，是不是更顺？嗯，这个中文跟阿美语是不是更对应的更精准？对，刚刚讨论的，刚刚我在念的时候就没有想到那么多。OK， 没关系。可以哦。好，那吴老师，你念看这一句是不是也阿美语跟中文是更精准的？好。ini anai ala lanku tajikaya你嘎造将要跑的是这条路，哪一头嘛，他妈都对吧？这样比较准。还没有跑的。老师，所以那个扎吉盖燕呢，我们发现一件事，因为吉盖本身是我用英文的方式解释啊，它是不及物动词，所以不及物动词没有受词，所以它不会有背这个字，因为有背一定有受词才有背。比如说我打你嘛，你就是受词嘛。所以一定才会有被打。那跑步没有人说我跑步路啊，对不对，吴老师？所以跑步没有受词，所以不可能有一直被跑。什么路一直被跑，这个逻辑是不顺的。
所以我们一般讲那个不及物动词，如果重复子音加 a 加 en 的话，它就必须翻成将要跑的，而且它是还没有发生的。吴老师，我这样解释 OK 吧？好，可以了。因为在吉盖恩就还没跑了，就是将要跑的路，这样就对了嘛，达玛多可以哈。好，现场有没有人可以理解我刚说的意思哈？这边就是有一点难度了。我们前面及物动词的中文翻译就是一直要被，但是它如果是不及物动词，就是后面没有受词哈，没有受词的意思说，我们不能说我跑步路哈，那个跑步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它不用加受词。我打你，那个打后面一定要加个对象才是完整的，所以打是及物动词，跑步是不及物动词，这样可以理解哦。所以你用不及物动词的时候，就不能翻成一直要被跑哦，你要翻成将要跑的，而且它是未来式，还没有发生哦。那一直要被打的，它是过去式，是一直在发生的。好，就这样解释哦。如果还是听不懂的话，就是可以去我们的 YouTube 看我们的影片重播。好，美惠老师，我们在念那个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你念过了吗？还没。不然你把最后一句念完，对，我们再继续往下念，对。Itirai lalu maanku kefutian ina。Itirai 还是我看一下中文。妈妈睡觉的地方在那里的公寮。好 ，Itirai lalu maanku kefutian ina。老师，打卢案呐，不是拉鲁马案，打卢案。好，我看一下。再念一次哦。Itirai lalu maanku kefutian ina。妈妈睡觉的地方在那里的公寮，对。可以哈，好，这个不解释，因为这个跟上面的一致哈。好，我们来往下，美惠老师你就一次把这4句念完哦。时间焦点，时间焦点，你再往上拉一下。还没动吗？这个网络有了，我看到有动。可以了。好，4句。Kalahukanku kakumanan ningra tu titi。他吃肉的时间在中午。Lanikaranku kazumikaya ni改造跑步的时间在黎明前。Rafayaku pitingilan ni mama tu radio。爸爸听歌的时间在晚上。Rafiiku kafutian ni ina。妈妈睡觉的时间在深夜。好，老师这4句 OK 吗？可以。可以。好，老师这边。吴老师，你人好。我来读一下。4句哦。Ikalahukanku kakumanan ningra tu titi。他吃肉的时间在中午。Kanikaranku kazumikayan ni改造跑步的时间是 kanikaran， 在黎明前。Tatayaku pitingilan ni mama tu radio。爸爸听歌的时间在晚上。Ilafiiku kafutian ni ina。爸爸睡觉的时间在深夜。好，哪一个？好，现场有没有人不理解的，或者是有其他的看法？都没有哈，存档哦。好，我们再回到下面的进度哈。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名词句型哦。好，我们来进入35之1。好，美惠老师，那你帮我念那个，我帮你拉比较宽一点哈。哎呦，哇，那你就先念前2个哦，伊拉伊跟伊拉古这2句这样。伊拉在哪里？伊拉地点在哪里？那边吗？好，伊拉
格林姑古瓦住你嘎造，嘎造的狗在花莲那里。还要往下念吗？对，2伊拉句。古对，名词那里有。伊拉古瓦住你嘎造以格林姑，早绕嘎造，早绕。早绕在花莲那里有狗。好，念完了。好，老师这2句有没有问题？第1句跟第2句。伊拉伊格林姑瓦住你嘎造的狗在花莲没问题。伊拉古名词那里有，我看伊拉古瓦住你嘎造以格林姑。嘎造有狗早绕啦，早绕下面的是早，早绕在花莲。伊拉古瓦住你早绕以格林姑。样呢？早绕在花莲伊那里有狗。伊拉古瓦住你嘎造。早绕。以格林姑在花莲。可以啊。有上面的没问题，下面早绕有狗在花莲，早绕有狗在花莲。好，早绕在花莲那里有狗也可以吗？早绕在花莲那里有狗，早绕。伊拉古瓦住你嘎造。伊拉古瓦住早绕以格林姑。早绕在花莲那里有狗。早绕在花莲有，在花莲。中文的部分，我看早好，绕在花没关莲那里有。那个老师你们先不要给答案哈。那个先不要给答案哈，我给你们下一句哈，你们一样哈，每位老师，我们这个哈也是我们那个南岛语言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教材哈讲的比较不清楚的部分哈，我们试着帮他们解惑看看啊。好，老师你一样哈，念这个1、2句隐匿的部分。有狗在花莲。隐匿在哪里？在花莲。他念哪里？有我那个换的还没有上去啊，那等一下哈。好吧，美惠老师，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今年度要怎么准备？准备什么？来了。隐匿地点，隐匿地点在这里。好，隐匿以格林姑古瓦住以早绕。早绕的狗在花莲这里，隐匿嘛，好。隐匿姑名词这里有。隐匿古瓦住你早绕以格林姑。早绕在花莲这里有狗。隐匿古瓦住你早绕以格林姑。早绕在花莲这里有狗。在花莲的狗在花莲。隐匿古瓦住你早绕以格林姑。这里有狗。早绕的狗在花莲，这样不行吗？老师，你试着哈，我们按照那个主格的后面的主词先翻翻看哦。我看主格后面对啊，我也很努力从主格后面我看地点早绕是对。我祝你早绕在花莲。早绕在花莲，这里有狗。我祝你早绕在花莲。早绕的狗在花莲这里。在花莲这里有狗。在花莲这里。在花莲，早绕在花莲，不对，早绕花莲在花莲，早绕的狗在这里。早绕的狗在花莲这里，早绕的狗在花莲这里。OK， 老师你那个翻译会变成上一句呢？上面的。对啊。印尼古瓦族早绕的狗在这里，一个林沟。所以我们如果翻成早绕在花莲这里有狗，顺不顺？早绕在花莲，早绕在花莲。早绕在花莲这里有狗，早绕在花莲这里有狗，是可以这样说而已啦。老师，我们先不给结论。老师，那个吴老师，你再看一下上一句哦，你再感受一下它的差别。
好，那个吴老师，你再念一下第二句。第二句第二句是在哪里？那里有，在这里吗？伊拉古对。伊拉古阿做你扎老伊卡林古，伊拉古阿做你扎老伊卡林古，伊拉古阿做有狗你扎老，伊拉古阿做你扎老伊卡林古，扎老在花莲。这里有狗，然后在花莲那里有狗，对呀。所以老师刚刚是一逆的话，是不是这里有啊？这边是伊拉，是那里有，可以这样说吗？然后在花莲那里有狗。好，老师你先想一下哈，我再给你一句哈。老师你来念一下这个第二句，伊亚古。ia kuatu ni talau i那起来ia古翻成什么？那时有ia kuatu ni talau i那起来昨天talau昨天在昨天，那起来在昨天，打捞的狗在那里出现。在昨天打捞的狗在那里有，在那里，那时候有出现。在昨天打捞的狗在那时有出现。伊亚古，因为我们没有用过以亚古这句话，我知道啊，我们就会没有，我自己也没有听过。很难去联想。我现在哈，我特别哈，我来做一个动作，你们等我一下哈。我把这个3句哈放在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哈，它到底哈的问题点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阿美语啊，伊拉古全部都翻成有嘛，但是事实上伊拉是在那或者是那里哈，跟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它会翻成有哈？我再开一个，这个我们来解决这个问，因为光这个也可以写一个题目我讲真的，因为其实这个。在那个南岛语的那个语法书里面，它也没有写得很精准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词句型，等我一下哦。我把这个再一并的贴过去哦。一逆，我来贴一逆。我把这3个句子放在一起哦，现场的人也可以比对看看哦。这个其实哦，应该没有人有用这种方式做比对哦。好，我现在把这3个句子放在一起哦，它某种程度上哦，都是有那个有的概念在那边，只是什么时候有哦，在哪里有而已哦。好。那个美惠老师，你帮我念这3句。3句有关一样的翻译比较是吗？等一下，还没有跳到，到了。有了，好。伊拉古名词那里有。伊拉古瓦族你查老伊嘎林古，查老在花莲那里有狗。好，老师你念一下先。等一下，我们先把那个下面的，我把顺序颠倒一下，等我一下哈。我顺序先颠倒一下。我们顺序也很重要哈，这样
比较好比较。好，老师你念，好，重念一遍，对。重念好。伊拉古名词那里有。伊拉古瓦祖尼扎捞伊嘎林古，扎捞在花莲那里有狗。伊尼古瓦祖尼扎捞伊嘎林古，扎捞在花莲这里有狗。伊亚古瓦祖尼扎捞伊那吉拉，在昨天扎捞的狗在哪时有出现？在那时啊。我看昨天有，我看一下，在昨天找到的狗在那时有出现哦，对，好，老师这3句你现在放在一起念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伊拉、伊尼跟伊亚的差异性吗？还是说有一些句子你压根伊尼可以，伊拉伊尼是可以了，伊亚那边就比较。原来它是原来的学法是什么？它原来是伊亚那个伊亚就是原来是什么？对，完整句的时候是原来是什么？伊亚。吴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伊亚？如果伊亚还原到原来的字，应该是什么？如果说是那个那时出现，老师你会不会翻成伊迪亚埃吼？你会这样写吗？会可能，伊迪亚会变成伊迪亚，伊迪亚变伊迪亚，会变成伊迪亚。那个时候没关系，老师，我们按照你的改我们把这个句子弄到。伊迪亚爱要 hold 吗？伊迪亚爱就好了吗？还是伊迪亚就可以了？伊迪亚爱也可以，不要 hold。伊迪亚爱，伊迪亚爱，在那个时候，伊迪亚爱古阿祖个造诣，也是接不起来伊那吉拉。因为后面已经有时间了啦。对。因为你已经，所以这里只能说有，所以这个应该不能用伊迪亚，因为它那个后面有已经有时间了，对。已经有已经有那个那吉拉，那里不能再叫伊那迪亚还对呀，我把它用更简化那个迪拉呀。好，所以这个一样，我们会比较不熟。为什么会说是那时有出现？那时有而已。没关系，不行的话我们就打。老师，现在我们比对这3句，我们先比对前面2句的差别。老师，你们可以看出这前面2句的差异在哪里吗？还是说他们2句是一样的意思？你扎老一个人，我说你一个人过，这里用伊尼是这里啊？对，伊拉是有，在这边是翻成那里有狗，这里有，伊拉对啊，那里有，这里有啊。伊尼跟伊拉是那里伊拉国出，伊拉这边有，伊拉出你找到一个灵骨，伊拉国出你找到在花莲有狗，伊拉狗。所以老师，你们第1句是不是比较习惯翻成找到在花莲有狗？有狗，对，有人说有。好，那第2句我们会怎么翻？第2句，伊尼是这里，是会变成这里。伊尼古瓦祖你找到一个灵骨，找到在花莲这里有狗，就会变成这里。
ini kuajo 你找到那吴老师，我想不是问你，对的，那这里有没有有的意思有吗？就是有狗，有狗有没有有的意思？ ini 是有这里，kata ini kuaco ni kata ikalingko ini 好，老师，我们换一个说法哈。老师，我口语化，伊拉古白族阿古，中文怎么翻？ 伊拉古白说那么我有钱了、好，伊尼古白族阿古怎么翻？我这里有狗，我这里有钱，也会有，会自然的会有，对不对？所以伊尼也有的意思，对不对？有的感觉。但是他比较强调是这里有，就是比较有这里的意思。嗯，那伊拉不用特别翻成那里有，就是翻成有。有。那如果说伊亚古白苏阿古，你听得懂吗？伊亚古白苏阿古，我就听不懂伊亚这个意思啦。如果是说我那个时候有钱，这个逻辑通吗？伊迪亚爱古白苏阿古，伊迪亚爱，好奇怪哦，不行啊，还是没办法，对不对？没办法呢。那个伊亚的，因为我们对伊亚。 如果是伊迪亚爱和古白苏阿古，我的钱是那时候的，古时候的钱呐，对，后的钱也爱。那你请帮我把它翻成中文，翻阿美语。我那个时候有钱，阿美语要怎么翻？那个时候有钱，那个时候有钱。伊拉好古白苏阿古迪亚这样。哦。 就是这样翻的，伊拉好，就是说，伊拉好古白沙古，那时候还有钱呢。伊拉好古白沙古，就是说那个有钱，你用伊拉好还有钱嘛？伊拉好后面的时间用伊迪亚爱好讲以前我还有钱的。那时候有钱，那时候伊拉好古白沙古伊迪亚这样。那时候还有钱这样。 现在没有钱，对对对，好，老师，我现在把第3句改成这样。伊拉好古白树，伊拉好古瓦树，你找到那起了哦，找到昨天还有狗啊，还有狗，对对对。 在昨天找到还有狗，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哈。还有狗，伊拉好，我找你找到伊那起了，伊拉好啊，找你找到伊那起了，找到昨天找到还有狗，哦对，可以，因为现在呢变成香肉啊，那他可能对，可能他老了过世了啦。伊拉好古我找你找到伊那起了，还有。 好，那我们老师，我们现在来分析伊拉古跟伊尼古哦。伊拉古只能翻成有嘛，我们不能特别翻译成那里有，对不对？对呀，对，就是只能翻成有。那伊尼古的话，我们那个可以翻成这里有，对不对？对，这里有。那我们如果要表时间的话，就直接把它放在后面就可以了哈。对，那前面有还是用伊拉好伊拉都这样子。还有狗。对，那我懂了。所以时间不能放在前面，对不对？OK， 那这样子，这3句就解决了。好，现场有没有人听不懂我们这样的分析嘛？因为目前那个书上有断讯。那今天经过讨论一例应该也是有，不过它要翻成这里有。吴老师，我这样解释正不正确？第二句啊，对。ini gua Johnny 找到一个狗，找到在花莲这里有狗，可以讲这里了。ini 这里。对。好。那伊拉就不能说那里有狗，对不对？伊拉我们就说有。 OK。就是有。
OK，那这样就解决了。哦，以拉就是有哈，那一逆就是这里有。那如果你要用时间，那个时候有就要把时间把它放在后面哈，当时间副词的概念哈，就把它描述放在后面就好了。前面还是用以拉。好，那这样子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哈。好，美惠老师再帮我们念一下这个以拉啊这个句子。哎。伊拉啊，动词在那里有啊，再一次伊拉啊，动词那里有。好，伊拉啊米阿拉多拉登卡古。等一下，我们刚刚已经有结论了，我把那里都把它删掉。好。因为它这个我们刚刚已经修正了哦。好，美惠老师可以念了。好，伊拉阿米阿拉多拉登嘎古。我有拿菜。伊拉阿马阿拉古拉登努马古。菜有被我拿。好，伊拉阿阿拉恩古拉登努马古。菜有要被我拿。伊拉阿阿拉恩。古拉登努马古，这个怎么那么奇怪？伊拉阿阿拉恩，古拉登努马古，这第三句怎么那么奇怪？别人呢，他有来拿菜。第一、第二没问题吼，吴老师。第二没有问题哈。第一个那个人称啊，伊拉阿米阿拉，通常我们是指别人有来拿的，伊拉阿米阿拉都达登金拉这样。伊拉米阿拉杜拉登嘎古，我可以跟人家讲说，我有拿菜呀。伊拉阿米阿拉杜达登嘎古，今天我有来呢。如果请进呢？我有。我今天有来拿菜哦。伊拉阿米阿拉杜拉登嘎古，我就是你没有看到我，然后我有来，我要这样登嘎古可以啊。对，然后如果是这样，请进。拿菜，伊拉阿米。对对对，只是你没有看到这样哈。我是这样讲。有了。伊拉阿米阿拉。伊拉阿玛阿拉古拉登努马古。伊拉阿玛阿拉古拉登努马古。菜有被我拿。可以。马阿拉是被拿。我有菜有被我拿，可以。第三就很奇怪，菜有要被我拿。菜有被我拿。菜有要被我拿呢，还要被我拿。菜要被我拿可以吗？马阿拉恩，我看一下。第三句。然后是这个风外的第三句。伊拉阿玛阿拉，伊拉老师等我一下哈，我把它的顺序改一下哈，看看你们这样念会不会比较顺。阿拉阿拉要准备拿。伊拉阿拉恩嘛。要被我拿，不是要被我拿。阿拉恩是。刚刚我们还没有拿阿拉恩，还没有拿阿拉恩后，还没拿嘛？将要去拿，要阿拉恩还没拿。他第三句可能要塞过来。伊拉他这样写，要伊拉要被拿。阿拉恩，伊拉阿拉恩的嘛，伊拉阿拉恩。老师，你们在念第三句的时候就很不顺，是不是？伊拉阿拉恩不是那个是可以顺的中文而已了。是中文的，中文 OK。伊拉阿拉恩那古就是说，伊拉阿拉恩那古就是我有东西要拿的，我有东西要拿。对，那这边是翻有，这个东西是打灯，我有。好，老师，我把这个有放在前面。有菜要被我拿啊，这样才可以了。伊拉
alaan numakukulatan saya alaan alaan 是不是少一个如果变就不一样了。在那边有我要拿的菜，这样。对，不一样哦。我这边阿拉恩没有阿拉恩哦，是阿拉恩而已。阿拉恩。Iraku a'ala'an numaku adateng， 他现在是打灯在前面，后面古打灯。Ira a'ala'an numaku， 我有要拿的菜，我有要拿的菜，我有要拿的。有要被我拿的菜，可以吗？有要被我拿的菜，有要被我拿的菜。就是中文那边，可是主语就很奇怪呀。如果那个ira a'ala numaku 的时候，我们会说我有要拿的菜，然后在什么地方讲？古拉登就很奇怪在那个 go 变成 ar 了呢。ira a'ala 我阿达登 ira a'ala numaku kudateng， 用 go 或是把 go 拿到前面 iraku a'ala'an iraku a'ala'an numaku adateng。 对，我知道老师的意思。可是你要讲的是这一句哈。对 iraku a'ala'an numaku adateng 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老师，你这一句话是不是有点像是那个信燕讲的那个中文？iraku a'ala'an numaku adateng， 有我要被我拿的菜，被我拿的菜。就是我有要拿的菜啦，但是这个是被动嘛，它是有要被我拿的菜。就是这边有要被我的拿的菜，你不要碰这样。那里我要拿的菜不要拿哦，这样。对对对。这样可以。刚刚新叶讲的这个刚好是我们下一句哈，吴老师讲的这一句哈，伊拉古阿拉恩努马古阿沙邓，就下一句啊。是OK嘛？那我们来自己看一下第三句，第三句的中文到底。伊拉阿拉都打灯，我来拿菜。有菜要被我拿，有菜被我拿。ira a'ala'an numaku kudateng ira a'ala'an 拿的菜，有我要拿的，那个菜摆哪里？有菜要被我拿。ira a'ala'an numaku kudateng， 这很快呀，kudateng ira a'ala'an numaku kudateng ira a'ala'an numaku kudateng iraku a'ala'an numaku adateng， 那是下一句很好。第三句就怎么念就是不顺了，凯明。第三句有菜要被我拿。老师没关系，我们这一句哈，我贴到我们内部的群组哈。老师，你们下个礼拜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哈。好，我先把它存档一下哈，等下标记一下。好，这个下个礼拜我们就从这一句开始哈。这个 go 那里啊。
对，伊拉阿拉恩鲁马古古沙等到底要中文要怎么翻哦？那其他的3句是 OK 的嘛？就这一句比较怪。对啊。好，那老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他现在9点01分哈，我们还是按照时间上下课这样子哈，不是讨论了，我们这个不是上课，就是我们按照时间来开会还有结束。好，老师那就帮我们做一个结论这样。好。那有一个问题也跟凯明商量一下，因为你这个时间，是在我们的布大的课程，对不对？对。那我们怎么个规划？要宣布吗？要怎么最会，老师，我私底下再跟你讲，我们会用实体课程搭配线上的一起办，跟现在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我们会聚在一起。对，大概是这样。我再跟你个别的讨论那个。